立法院经济委员会上午伫召集人陈廷辉的邀集，包括经济部长王美花、教育部、环境部、甲劳动部等官员，南下台南安平产业园区的服务中心，甲台南地区各管理园区、工业园区的代表举行综合座谈。当经济部长一到现场，媒体焦点拢放伫台电总经理请示的案件。台电王总经理是基层上来非常的专业，那处事也都非常的用心跟细心。那这个是我们台电的团队非常重要的成员，我们希望他能够留下来。部长，请问一下，所以总经理请辞跟跳电有关系吗？我想在他10点的记者会里面会完整跟大家说明也顺便这个说明会可以厘清大家的这个疑虑。那我想大家应该就事论事来讨论这些事情。那台电的同仁其实是在任何的天灾事故的时候，都是用最快的速度来修复这个电力的问题。那这样的电力的损伤跟缺不缺电其实完全没有关系。王部长除了肯定台电总经理对基层出身、处事用心，是台电团队重要的成员，和加在最后被成功来挽留。接续经济部长王美花伫经济委员会召集人陈廷辉的号召，嘛伫园区服务中心、加国产业园区、工业区的中小企业代表、理事长来座谈，希望能够听出中小企业的心声，并帮忙解决企业的需求。政策是延续的，我们现在在做的就是，我们希望听到我们台南区所有工业区大家的声音，然后这些声音我们可以作为未来520之后赖团队一个很好的依据。我们能够赖团队所说的就是创新行动，要行动要怎样？就是无缝接轨。我们现在在做的就是无缝接轨，把所有的问题拿出来，未来给他们做一个最好的依据。那我相信我们都是一个 team， 都是一个团队。这个 team， 这个团队就是要让台湾更好，让台南更好。园区里面厂商的各项问题，就是以前的工业局，它现在叫产发署那林主秘有来。那所以我们这2个局跟署的业务还是要密切合作来服务所有的厂商还是要密切合作。那第2个呢，这个台湾的整个经济发展，我们经济部是非常了解，除了大企业除了这个国际有亮点的企业在前面这个带头之外呢，台湾其实是靠着绵密的中小企业来做后盾所以绵密的中小企业是供应链的一环，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中小企业。那这一些的中小企业在经济部来讲，永远都是会这个放在这个整个政策执行过程中要去注意照顾到他们的需求。部长表示，为协助中小企业的升级转型，其实伫疫情过后，中央有编列疫情过后的条例，大约300多亿的经费，主要要让中小企业知影政府有补助的措施，以及出口的促销。伫现场各工业区的代表、理事长嘛发言踊跃，包括新店工业区最近的断电事件、毛豆工业区无设污水处理厂，以及永康亚太工业区。因为过去是私人所开发，到现在有真侪道路还佫卡伫个私人的部分，地方代表嘛希望中央会用来帮忙处理。台南新闻林跟采访报道。